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雪肌蘭健康教室。如果有睇上一集咧，蔡康年同大家講咧，就係心臟線粒體嗰陣時候咧，都曾經有提及過輔酶 CoQ10。咁啊，到底呢樣嘢係幾重要，同埋點樣幫助我哋身體咧？我覺得好重要，一定要同大家講清楚。所以邀請咧我哋嘅嘉賓 Dr. 張，香港大學有機化學博士張仁傑博士，同大家深入了解下。Dr. 張你好，你好。咁啊，我哋咧就係要了解下CoQ10 呢種輔酶 CoQ10 點樣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啊？輔酶 CoQ10 簡稱 CoQ10 係一種人體不可或缺嘅重要物質。你可以想像佢好似一種燃料嘅添加劑，咁啊幫助細胞嘅發電廠線粒體更加有效咁樣製造嘅能量。其實人體入邊超過90% 嘅能量都係由 CoQ10 形成嘅。咁呢個 CoQ10 咧對我哋身體有幾咁重要呢？嗱，當體內 CoQ10 充足嘅時候咧，能夠為各器官提供所需要嘅能量，保持細胞嘅健康同埋活力。但如果 CoQ10 係耗盡嘅咧，身體就冇辦法提供足夠嘅能量，可能會造成各器官嘅組織嘅損傷，影響健康。咁真係好重要喎，Dr. 張啊，喺我哋身體咁多嘅器官裏邊咧，有冇邊一個器官係特別需要呢種 CoQ10 嘅咧？咁當然有啦，能量需求越高嘅器官，佢嘅線粒體嘅數量同埋 CoQ10 含量就會越多。咁心臟就係其中之一，心臟不停咁樣工作係需要大量嘅能量。正因為如此 ，CoQ10 對心臟嘅健康係特別重要嘅。我記得 Dr. 張，你上次曾經提及過咧，我哋可以食一啲咧 CoQ10 嘅健康食品去補充、去保護我哋心臟，係咪㗎？冇錯，心臟每日跳動約10萬次，咁對能量嘅需求係極高嘅。咁輔酶嘅 CoQ10 係能夠促進線粒體製造嘅能量，持續穩定咁提高能源俾心臟，達到強健心肌嘅代謝，提升心肺嘅功能。CoQ10 亦能夠加強心肌嘅收縮力，強化心臟泵血嘅功能，促進血液嘅循環，維持心臟嘅活力，減低突發性心臟問題嘅風險。咁 CoQ10 除咗對我哋心臟嘅健康好有用之外咧，對我哋其他身體有咩好處咧？CoQ10 其實亦係一種強大嘅抗氧化劑，能夠減少自由基嘅形成，保護線粒體免受於傷害，仲可以增強體內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嘅活性，保護器官免受過氧化作用嘅損傷，維持細胞及器官功能嘅完整同埋健康，而且有助緩解疲勞、恢復體力。因為 CoQ10 係可以提高人體內嘅能量嘅水平，增加體力、耐力、活力，減緩疲勞感。哇！咁我哋點先至知道咧，我哋身體係唔夠 CoQ10，又或者有冇邊一啲人士咧係特別需要去補充翻啲 CoQ10 嘅咧 ，Doctor？嗱，咁就要知道一樣嘢啦。如果缺乏 CoQ10 咧，身體係會出現心慌胸悶、頭痛、耳鳴、氣喘、疲乏無力等等嘅症狀，甚至會影響情緒啦、睡眠質素，仲可能會導致免疫力嘅衰弱。皮膚出現斑點同埋皺紋。另外研究都發現，阿茲海默症或者柏金遜症、心肌病變、二型糖尿病嘅患者，體內嘅 CoQ10 嘅水平都係較一般健康人士低。服食他汀類降膽固醇嘅藥物，即係 statins 亦會影響咗身體合成 CoQ10 嘅能力，或者令到體內 CoQ10 嘅水平下降。所以呢幾類嘅人士，同埋關注心臟、腦部健康、體弱而疲勞嘅人，我都建議積極補充 CoQ10。既然你同我都知道 CoQ10 係咁勁，如果我哋想選擇一啲優質嘅 CoQ10 去補充嘅話咧，有冇啲咩 tips 可以提供俾我哋咧？嗱，雖然人體係可以自行製造 CoQ10，但係20歲後咧，製造嘅能力就會下降啊。再加上壓力大、不良嘅飲食或者長期服藥、環境等等嘅因素，都係會令到 CoQ10 嘅流失。所以咧，都建議額外補充優質嘅 CoQ10，特別係對心臟、大腦等主要嘅器官，令到線粒體嘅功能完整，保持活力嘅充沛、健康嘅長壽。我知道咧 CoQ10 喺上一次你曾經教過我啊，有一種叫做還原型，有一種係氧化型啊嘛。係啊 ，CoQ10 真係有兩種形態嘅，一種係還原型嘅 CoQ10 同埋氧化型嘅 CoQ10。
咁啊，Doctor，我哋身體咧都識得製造 CoQ10 噶嘛，我哋係製造邊種型多啲嘅咧？啊，問得好喎！人體內90% 嘅 CoQ10 都係以還原型嘅形式嘅存在。補充還原型嘅 CoQ10 無需轉化，咁我哋可以直接俾人體吸收，生物利用率都高出多倍，抗氧化效能亦同樣更加好。而氧化型嘅 CoQ10 咧，由於要運用體內酵素轉換成還原型嘅 CoQ10，所提供嘅能量會較少。咁 CoQ10 已經咁勁啦，係咪淨係食 CoQ10 已經掂晒啦嚇？嗱，咁我會建議再揀選加入優質魚油、奧米加3號嘅 DHA 嘅還原型嘅 CoQ10 嘅健康食品，因為咁樣係可以發揮協同嘅作用，更加有效促進心腦健康，提升腦嘅活力，加上佢嘅脂溶性高嘅特質，令身體更加易吸收，全面提升能量，精力充沛，亦有助於改善腦功能，防止腦退化，更加倍嘅穩定線粒體外膜，延緩腦部嘅衰退，增加腦力及記憶力，改善大腦細胞能量嘅代謝。多謝晒 Doctor 張話俾我哋聽 CoQ10 有幾勁。今日咧個資訊真係非常之有用。如果你都喜歡嘅話，記得同其他朋友一齊分享，同埋撳埋個 like， 仲有撳埋 subscribe， 撳埋呢個鐘仔嘅話咧，我哋雪肌蘭健康教室更多有用嘅資訊會第一時間話俾你知。今日差唔多啦，咁啊同 Doctor 張講聲拜拜先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